大家应该无算暗安，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会纪念的网络好厝边，大家午安啊！有75%的人，75%人几个人？3个人，有3个人还没喝咖啡，有1个人已经喝了。我自己没有投，对。然后我今天早上喝了1杯咖啡，感觉有点不够，可能晚一点再买1杯继续喝吧，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剪片，好可怜。好，来跟大家打招呼吧。阿杰安安，不是安安哦，讲习惯了，讲惯系啊。阿杰午安，平安好啊，阿杰平安欢迎，还有伊藤绿茶平安欢迎，各有离屋四名的猫猫可爱宇宙无敌天使美少女鸟比狗最午安欢迎。以及我们的李3岁，还有1周7天，你们好啊。咖啡喝那么多，这样好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心情会蛮好的。心脏会不会好？不知道，心情是会蛮好的啦。对，心情好才有办法辛勤工作啊。到底在讲什么？好啦，那我们先来做那个，今天2点了嘛，2点了，可以来做今天最重要的环节了。我们先解决这个最重要的环节，对。然后因为呢，不瞒你们说，就是我街访了好多人，有点累，所以我不知道等一下可以撑多久，所以今天的台也许不会开那么久，对，就是请大家多包涵。哇，9盒茶你好啊，刚泡了茶，好啦，也是有咖啡因，45度也可以算一种咖啡，身体还是要注意哦。好，多谢阿杰关心，我会注意的。如果我觉得心脏不舒服，我会停下来，不要把它喝完的，对。应该还行啦，我觉得我最近算是睡得还算够，应该还可以。对，那蛮期待可以把街访长片剪一剪的，蛮期待把那些好笑的片段剪出来给大家看的。对，所以我在努力。好，那首先呢，先打开那个，我们等一下要抽序号的转盘给大家看一下，转盘在哪里？喝到心脏停止就不能再喝了，谢谢，我会记得的。心脏停止就不要继续喝，谢谢猫咪可爱，你说的对极了。对啊，我今天发现我的聊天室也有那个我的聊天室终于有那个，虽然我也不是特别热爱这个功能，但是我的聊天室也有社群排行嘞，那个叫什么头号粉丝哦，那可以看谁的分数最高。可是他的那个1、2、3名其实分数是一样的。那怎么不把你们并列第一嘞？转盘在哪里？绝对难不倒你。对啊，难不倒我，所以我现在拿出来了。好，那我们就赶紧来转一下吧，非常急速的完成这个环节。对，然后就是我发现，就是推特以前是可以用一些额外的工具直接把那个有符合留言的人直接捞起来了，但是那个现在推特各种 API 都不能用了，所以我只能自己手动把它捞进来。总之呢，这边就是大家的推特的账号名字啊。对，那等一下抽到之后，我会回去原本的那一篇推去留言提醒一下有抽到的人，请来找我领那个序号。好，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来抽吧，神速。打倒榜1伊藤绿茶，对，你们加油！其实就是看谁留言多，没错。尤其是在其他人的台，就是可以买那叫什么 Super Chat， 就是买 SC 或是超级感谢那种的，好像分数就会比普通的留言高吧。但反正我也还没收益化，根本没差，所以我这边的话，应该就纯粹是比谁留言比较多而已。没错，好啦。心脏扑通扑通的狂跳哦，一颗心扑通扑通，我不会被版权炮吧？这样会被版权炮吗？我也没唱完一句，应该不会吧？会耶，喝太多咖啡因的话是真的会扑通狂跳，大家要小心。Super Chat 会延迟很久，原来如此，可能我还没有 Super Chat， 所以我不知道。好啦，我们来抽吧，我们先来抽第一个，今天有2组，会有2组序号，我们先来抽第一个，不知道谁会中奖，好紧张哦。好，来抽，蛮紧张的。哦，差一点呢，差一点就是有在看台的阿健了。这什么歌没听过？真的假的？
这个怎么失去徽章了？谁把它抢走的？1周7天把它抢走。我不知道他如果那个点数一样多的话会怎么比耶。好，等一下，我们先去回这位叫教宗的。这么早就在抽色色游戏的序号吗？对啊，难道我要吊胃口，先聊一堆天，然后让大家……我好像应该这么做耶，好像应该这么做，来不及了啦，都已经抽了。好，我下次改进，应该要水一下时数，对不对？他还没载入进来，我应该要好好的水一下时数我的天哪！怎么没有？他改名哦，不可能吧？是怎样？我来看看啊。不是这个转盘，教宗对啊，这样怎么找不到？主要是看我精神能撑住。对啊，这也蛮重要的，也是要看。怎么可能？再搜寻一次，有了啦。好，以为色色台要晚上才出现，没有啊，我今天晚上应该是可能会在剪片，所以我就下午的时候先开。得奖者不见，有找到了，我找到了，没事，不要紧张。好，我要说什么？恭喜中奖，请私讯我领序号哦。恭喜中奖，序号是没有啦。恭喜中奖，你的序号是这个。没有，开玩笑的，请私讯我领序号。好，哇，那这样很快耶，很快就来抽下一位嘞。抽中了就把它移除了，就不会再中一次了。好，来吧，再来是谁会中奖呢？序号X 的 ID 吗？应该是没有那么，这看起来很明显不是序号，应该他也会介绍游戏哦。我想说，这个游戏没办法直播就是它比较怎么说呢？这个游戏，我知道啊，我有看到有人在那个有人在还没有出直播模式版的时候就在直播了，我觉得太可怕。我不敢。那个。对，因为它没有直播模式，所以它里面会有裸露的画面，那个会被 YouTube 变不见，所以不行。为什么斯洛姆变榜1了？为什么嘞？对啊，你们都并列75可是我不知道它是就是最新最后一个留言的算比较高，因为它可能会有点延迟啦，因为1到5名现在都是一样的分数怎么会这样？这是防灾式的魔法吗？我们抽中第2个，好快会滚动同排名的所以它是会……原来如此，应该不是扳手的关系吧？扳手哪有那么好用？扳手有那么尊荣吗？好，我们抽出第2个了，第2个是这位乐哥，恭喜中奖，请私讯我领奖哦。好，没关系，那个直播开久一点，那个分数应该就会比较有差。我们抽完了，好快哦！可恶，没办法抖 SC。好啦，我再努力一点啦，我开久一点就可以了。应该要多拼一下那个观看时数哈。好，刚刚讲到哪？直接拼手速吗？我本来也有想是不是要开这个游戏的，但是那个厂商人很好，他有提醒我说，这个游戏现在没有那个直播模式所以可能你可以做影片，不然怕你来不及挡。对，还蛮贴心的，厂商还有想到这些，真的是觉得蛮不错的。对我需要介绍这个游戏吗？我在那个推特那边介绍的也没有到很深入但是我怕频道被变不见，所以我也不能真的太深入。对，抽完了，多谢大家来耶！那个只是来看抽奖的，不是很多人留言要抽奖，也不一定会来看呢。我主要会开直播抽奖，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没作弊，看一下没有黑箱这样子。你有看试玩影片哦？我记得我这应该也没有不能说啦，就是我有看一下其他 VTuber 朋友们怎么业配的，对，然后我有看一下菜鸡的试玩影片，他的影片做得很详细耶，
对，就是还讲蛮多游戏里的细节的。对但我平常比较少做这个类型的题材，所以我也没有讲到太深入。对，那如果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在玩男性向的那个色的游戏。对，如果有的话，那其实我可以讲吗？就是身为一个让我澄清，身为一个有想要做游戏的梦想的人，什么类型的游戏都会想研究一下怎么做。对，所以这类型游戏也是略有接触。我觉得，我觉得色情游戏类，大家可以预期到它的游玩方式其实也都蛮类似的啦，就是你会需要做一些任务，然后看剧情，然后就是完成任务才能看到一些图。对，然后现在的那个科技比较进步，所以很多图都会动，大概就是这样子。完了，我把它介绍超烂的。对，因为这个游戏我还没有玩完，其实我这个游戏只有玩大概前半吧，我觉得我好像玩到一半而已，我还没有看到结局耶。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它的战斗系统那个打击感还蛮好的。对，虽然因为大家如果有比较常玩一些色的游戏的话，可能会发现就是他可能把经费跟那个精力，我说的是开发游戏的精力比较放在那个色的部分，所以其实蛮多色的游戏都会牺牲到它原本好玩的，就是游戏性的这一部分。对，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玩过前2座，但是我有玩赫雷斯的角斗场3，我觉得它战斗的部分打击感还不错。对，玩起来还蛮好玩的，所以如果它有直播模式，直接把它当成普通游戏来玩的话，我觉得其实也蛮可以的。对，我觉得还不错。对，那我这次会接这个也是因为之前同一家工作室嘛，就是永恒爱丽丝工坊有其他作品，对，我也是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它有直播模式，然后它的游戏内容也就是游戏性还蛮耐玩的。对，但是因为没有业配这个，所以我就不讲那个作品是哪个了。好，大概是这样啦，我觉得真的还不错。然后它没有很贵耶，在 Steam 上大家都找得到，所以如果今天没有抽到，然后也还是想色的朋友们，也不用太难过，因为它的单价其实没有很贵，所以大家是可以去买来玩的哦。对，然后它的图真的很多耶，我有点难相信，就是它的 CG 图那么多的情况下，还可以卖这么便宜的价钱，我有点不知道他们是要赚什么。我觉得价格蛮佛心的，大家可以有需要这方面的游戏可以去看一下。对，然后都是无码的哦，台湾真的是个好地方哎，就是可以有神圣无码帝国的存在，我觉得蛮厉害的。对，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就是支持一下台湾出品的无码游戏。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抽序号的环节，我们好快速哦，10几分钟就抽完了，怎么办？同接掉了，大家看完了要闪了。对啊，神圣无码帝国万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无码，加油吧，台湾人！好啦。对啊，如果是做影片的话比较安心啦，就是那些画面可以把它挡起来，没错。这个色游戏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有玩，这个我不知道同级生类型的 AVG 或是战骑士的龙骑士4我都没有玩过好，作为一个有想要做游戏的人，有机会去研究一下。我觉得斯洛姆说的对，现在有很多游戏明明它主要的主题就不是色，但是它的图有一些也蛮超过的，可能蛮多人喜欢的啦，所以就可以这样子。对，但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就是色的游戏就可以色，但是我比较希望一般向的游戏可以不要那么色，不然我想要让长辈看到我在玩什么的时候很难交代。那些游戏都比我老吗？真的假的？然后，如果你们有听到一些敲敲打打的施工声的话，就是隔壁在施工。对，我不知道就是我发现最近蛮常发生附近在施工，或者是附近在办演唱会这种事情的，所以有点无奈，而且他们都不会先讲，我也是没办法。对，好，就是这样。那我们可以来唐突的深聊了，好唐突。
哦，你家附近也施工哦，这样会不会睡不好？我觉得这样有点烦因为有些人的工作就是需要在白天的时候睡觉，可是施工通常都在白天，对，所以就但也没办法，但是就是会蛮困扰的。好，没听到施工吗？那就好，不然还蛮怕你们耳朵不太舒服的。好啦，来万众期待的唐突深聊。对啊，我后来研究了一下，我觉得有些题目蛮适合2个人一起聊的，但有少部分题目就是我写的比较随便，所以可能只有我看得懂的，这个我们就可以我一个人的时候来聊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把它分成2个不同的转盘。好啦，应该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些细节，那我们来吧。真的好唐突啊！这都撑到晚上才睡，真假？你这样会不会每天睡太少啊？这样感觉每天睡很少这个也是要小心身体呀。唐突的深聊啊，欢迎大家在聊天室一起来跟我聊这些话题哦。好，那不知道今天要转几个，我觉得可以转个3个吗？老人了是这样子吗？巨石强森法则，好，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巨石强森法则。对，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就是好像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分辨自己的行为算不算性骚扰。对，对，有些人说无法分辨自己的某些行为算不算性骚扰。那我觉得那我就有看到一个说法叫做巨石强森法则，很简单，就是你把那个对方，就是你要说话或是你要做出某些行为的那个对象，你先把对方想成巨石强森。如果你会对巨石强森做这件事情，那就 OK。如果你不会对巨石强森做这件事情，那就不要做。比如说，我之前在咖啡店打工的时候，有一些男客人，我没有性别歧视，就是客观数据，就是发现很多是男客人，就是会那个拿咖啡的时候偷摸女店员的手，说不定他们也会对巨石强森这样做，我是不确定啦。对，所以就是如果你看到巨石强森的时候，你不会。或是你不敢随便摸他屁股的话，你就不要这样做哦。对，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说法，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还有听过一个类似但是有点不一样的，对，我把它称为你妈法则，跟巨石强森法则一样。如果你不会对你妈这样做，那你就不要对别人这样做。对，如果你不会对你妈说，你奶奶好大哦，那你就不要对其他人这样说，好吗？好吗？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打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吧。我觉得蛮棒的，因为我其实做这个唐突的深聊系列，好像大部分都是在偷骂人。以后大家如果有在网络上遇到那个你觉得需要听一听这些话的人，你就可以把我剪出来的影片直接贴给他哦。没错，我现在超聪明的。我这个系列就是一鱼两吃哦，什么意思？就是那个，首先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可以先讲一次，而且直播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即时互动啊，就是大家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直接在聊天室聊，还蛮不错的。然后我之后会想要再把这些东西剪成影片，然后就是放在反正就是变成影片放在我的频道。对，那大家就可以把它拿去贴给你觉得需要听这些话的人，然后我就水到10数了，好爽哦！这才是我真正的目的哦。你妈法则会失准了，因为妈宝会跟老婆或是另一半说，我妈以前都会削水果给我吃。你说的有道理耶，好吧，那可能巨石强森法则比较强一点，对。好，反正我觉得大家可以2个都用看啦。我觉得保险一点就是2个都各用一次。如果你不会对你妈这样做，或者是你不会对巨石强森这样做，那你就不要这样做。对，可以试试看。好，那么对啊，说不定你长得比巨石强森还要高大强壮，所以你敢对他为所欲为。所以说不定对某些人来说，巨石强森法则没有用，那就换成你妈或你阿嬷试试看好了。好，巨石强森法则要练身体嘛？我妈以前都会帮我刷马桶，好吧，
但我觉得如果遇到这种人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要怎么做啦。快逃啊！快逃啊！快逃啊！闪蜥蜴法则是什么？闪蜥蜴法则我没听过耶，好酷哦！这个我没听过，这个我觉得蛮酷的。好，我们再来转转看看还有什么。哦，我发现我转一转都会转到一些我还蛮想跟大家分享的，然后我又发现其实是因为我都是把我想分享的东西丢进来，所以当然，哇，知道了，拿马桶刷刷它，你说的有道理，好聪明哦。好，我想跟大家聊聊抵制，对，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我觉得对抵制这件事情，就是在网络上会看到一些我觉得蛮神奇的现象，就比如说某一家连锁店。爆发了什么职场性侵的丑闻，那就有一些人就想要抵制那家连锁店，有这种状况嘛？有这种状况，对。那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理解的，就是但是就是有些人会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应该去抵制它，然后或者是甚至要反抵制，就是我偏要买，我还要买的比平常更多，对。那我觉得。在聊这件事情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聊一下，我觉得抵制本质上是在做什么？对，我认为抵制这件事情，嗨，子昌安安，你好，欢迎你来。我觉得抵制这是个什么原理呢？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还蛮不错的，跟大家分享。没错，是个人选择，没错，就是你每一次消费，就是你为某个东西付钱。你就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投下一票，对，就你买这家公司的东西，就代表你支持这家公司嘛，因为这家公司就会因此赚到钱，它就会继续壮大，对，没错，所以就是这样。我认为抵制本质上就是你在消费的时候，用你的钱去决定你希望其他人多做什么事。比如说，如果陈火蛇从来都没有收到抖内，也没有赞助商，我可能就不会继续开台，一样的意思，对。所以就是如果没错，所以每个人就因为这样有一些个人选择嘛。就比如说，我会吃肉啦，但是我有那个全素的朋友，就是 vegan 的朋友，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人类没有必要吃肉去杀其他动物，就只吃植物也是可以的。对，当然你要有一些正确的那个营养观念，你才有办法吃得健康。对，但是就是我有认识的朋友是愿意为了不杀动物，然后就是去吃一些有时候会比较贵的 vegan 料理，但他就是尽量就是都吃全素食。对，那可以啊，对啊，就是他就是透过他的消费行为去决定他想要支持什么事情。对，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他是在抵制肉食的产品吧，因为他不会为肉食的产品消费，对，或是也不会为那个动物实验、动物性的产品消费，对，他不是不能吃肉哦，他是选择不吃肉哦。我觉得这句话影响我蛮深的，就是他作为一个坚持 vegan 生活蛮久的人，他有跟大家强调过，因为有些人就是会无意识的，就是说那个他不能吃肉啦，然后就会就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不是，他不是不能吃肉，他是选择不吃肉，这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抵制肉食、抵制杀动物的行为，对，那我觉得这样也对啊，虽然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乎的议题不一样嘛。像我对那个杀动物来吃就没有特别在意，我也会吃肉，对，所以我就没有去抵制肉食，对，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某家，我就举例啦，如果说素食店爆发了性侵丑闻的话，然后你很在意这件事情，你可以抵制，对，你可以抵制。那如果你不在意嘞，你可以买来吃，对，我觉得这都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什么呢？有问题的是。你不止不在乎，你还硬要就是把那个想要抵制的人臭骂一顿，然后就说我就是偏要买，我要让他赚大钱，就有点不知道你这么做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这样做，你不是就等于在说我支持职场性侵吗？对不对？就对啊，就是我平常会吃肉啦，可是
我不会叫 vegan 朋友，就是我不会跟 vegan 朋友说啊，你干嘛不吃肉？你可以多吃肉，我偏要吃肉，我就要买超多的肉，就算我本来就吃不下，我就是要买一堆肉来吃，哈哈，就不酷啊，那没有很酷啊，就感觉有点为反而反吧，就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这样没有很酷，如果你想一想还是觉得很酷的话，那就算了。但是我是觉得有点没意义耶，对，就是这样。好啦，就一样，还是回到一开始说的，抵制的本质就是你用消费行为去决定你支不支持某些事情，对，所以你硬要跟大家说我就是要买啊，就有点像是在跟大家说我就是支持他这么做啊，对，那没错。对，所以如果我的朋友要去买来吃，我也是不会怎么样，我不会阻止他，因为每个人本来关心的事情就不一样嘛。就我也不会要求我身边的朋友们要跟我一样非常关心台语以后有没有人讲，或者是非常关心那个台语文的各种可能的发展。我当然不会要求我的朋友要跟我有一样程度的关心。对啊，挑衅就是没有必要做那种就是无谓的挑衅，你就只是你以为这样很酷是不是？就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对的，希望需要看到这个的人可以看进去。每次说不吃肉都要马上说不会阻止吃肉，你怕那个吗？因为有时候这种有时候已经被贴标签了，就是会人家就会预设你可能会跟他有一些什么对立的行为了，有时候还要预先解释，也蛮麻烦的。我也是啊，我跟那个不太熟悉台语文的人说我会写台文的时候，也要先说我不是那种会因为你写火星文就打死你的人，有时候要先澄清一下，蛮麻烦的。好，希望等一下转盘可以转到那个关于台语文的一些话题，但没有的话就迟早会转到啦，没关系。的确，我觉得这个说的对，他说就是所谓的杠精没有错，就是硬要找架来吵啦。就是他明明也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立场，他也不是在维护某种真的价值观，他就是为了跟你吵，所以就硬要来跟你吵，就蛮无聊。1周7天是新观众，请问什么是台文？就是呢，如果你讲英语，然后你把英语写下来，它就是英文。那你讲日本人会讲日语，然后日本人把它写下来就是日文。所以我们讲的时候是讲台语，那你把它写成一套它专属的文字就是台文。你不是新观众，你是028，我还在想嘞，因为都有那个7，我还在想你到底是不是新观众，骗我。好，谢谢。我以后是不是要叫你？我以后要叫你1周7天吗？好，我以后就叫你1周7天好了。骗到了，不是啊，我又不敢，我就想说名字不一样，我先当成不同的人好了。希望大家如果有改名字没有被我认出来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谢谢。火星文就是指不是用台语正字来写吗？这个我们等一下转到的时候，我一直打嗝也是怎样？我们等一下转到的时候可以来讲一下，我认为什么是台语正，不是什么是火星文。你也是新观众哦，真的假的？看不出来。你们都新观众哦，那帮我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哦，谢谢。我今天不是有开订阅者模式吗？你们应该都有订阅吧？还是我今天没开？我今天应该有开吧。好啦，你是肥仔观众，太可爱了吧？是怎样？我不是观众。好，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了一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可以跟大家聊聊的，就是服务业应该多客气。大家如果有在服务业工作过的话，对嘛？订阅5分钟，对啊，我想说今天那个唐突的深聊蛮有可能会吵架的，那希望你至少订阅我再来跟我吵。是这样讲吗？
敢是时定你好，你有影是头一摆来，欢迎你来。对，我应该毋捌看过你的名，应该是时定吼，敢是时定，欢迎你来。好，虽然我有时候会做一些全台语的内容，但是我今天可能讲中文比较多，但台文的留言我也都看得懂哦。是哈，有念对，太好了。5分钟冷静时间，对，没错。想跟我吵架要先按订阅，然后你有5分钟可以冷静，有道理耶，有道理耶。对啊，如果有喜欢用台语台文聊天的话，可以，我应该有放在说明栏，可以去我的 Discord 聊天。对，我的 Discord 里面有分不同语言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全台文的聊天环境的话，在我 Discord 里面有可以跟大家聊天，没错。好。服务业应该多客气呢？就如果你有在服务业工作过的话，你可能就是应该会蛮有机会遇到一些客人哦，他就是觉得你应该要把他当成神，对，还蛮常见的。就好像有些人会觉得服务业就是应该对他什么毕恭毕敬，该哄抬他喝水，对这种的，我觉得还蛮多的。对，包含我之前在咖啡厅打工的时候也是齁，就是这种我们就叫 OK 啦，这种我们都叫 OK， 就蛮常见的，对。可是我觉得这其实不太合理耶，对啊，因为我觉得可以想一下的是，嗨白灵你好，白灵午安呐，好，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先想想就是。服务业，它到底卖给你什么服务？它的职责是做什么服务呢？对，那我觉得，比如说最常见的餐饮的话，我觉得餐饮的那个服务人员应该要给你的服务就是，帮你点餐嘛，然后他可以跟你友善有礼貌的对话，然后他应该会帮你上菜，然后收空盘，大概这一类的事情。那我觉得他的服务项目好像没有包含那个没有包含把你当成什么尊爵不凡的，应该没有要把你当成那个尊爵不凡的贵宾来招待啦。一般的那个餐饮业应该是没有要服务到这个程度，对，所以我觉得你不能理所当然的，就是塞性的，你不能理所当然的觉得他应该把你当成神，我觉得蛮不合理的，就是服务业的服务不是无限上纲的，对，那个要加钱，对，没错，就是你想要这种类型的服务的话，你可以花多一点钱。你可以去女仆咖啡厅啊，他们都会叫你主人，或是叫你少爷，或是叫你大小姐。对，我觉得你要先搞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类型的服务啦。就你不要跑去小吃摊，然后你不要跑去小吃摊，然后希望那个小吃摊的伯伯或是阿姨叫你主人，或是少爷，或是大小姐嘛。你不要有这种期待，好不好？对，就是你可能要搞清楚你去的餐厅是什么样的餐厅，然后你不要有不合理的期待。对，1周7天说被麦当劳的店员说下次可以先扫会员，然后就不爽。哦，对啊，我觉得就是要互相，因为我觉得其实就照理来说，照理来说，服务业他要给你的服务就他会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对，那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就是应该把对方当成一个人类来对待，好吗？就是你会在路上希望一个陌生人给你哄抬，给他喝水吗？你会有这种期待吗？如果不会的话，就不要这样对待那个服务业的服务人员，好不好？对，那但是反过来也是，就是我之前在做咖啡厅打工的时候，我也是。对待客人的方式也一样啊，我也不能对他塞性得啊，对，所以就算我做到很忙很累，然后如果客人有先扫会员会对我来说比较方便的话，我也会觉得我不能就是理所当然的要求他要去使用这些高科技，有时候那种会员的那种 APP 什么的也蛮麻烦的，也不是对每个客人来说都很简单，对，所以我觉得要互相，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客人对服务业的人员要有基本的礼貌。可是反过来也是，就是服务人员也要对客人有基本的礼貌，对，所以也不能理所当然的凶客人，除非是特别做这种服务的店，那个又要加钱，也是有，对，大概是这样子啦。
就是互相，就是互相，就是互相，互相有礼貌。对，阿姨，我的干莲肉要5分熟，有够啰嗦的，是怎样啊？觉得有些服务假贴心，很烦，很恶心哦。我知道还有一些很夸张的，就是他明明水放在旁边，你其实是可以自己倒的，可是他硬会抢过去要帮你倒，他不让你自己倒水。我有听说过这种的店也是有，我觉得那个就太夸张了，那个没意义啊。有时候我自己倒水我会比较开心呢，我倒水倒到一半还要被你抢过去帮我倒，我就觉得你是有毛病哦。没有很想要受到这种有点太扭曲、太奇怪的服务，对，所以对我来说我不需要这种东西。对啊，有些人不管到什么场所都想被服侍，就是有点毛病，就再想一下，希望这些人可以再想一下，就是你哪来的那个立场要求人家把你服侍得很好？你至少要给服务费嘛。对，赏巴掌服务可能也蛮贵的哦。哦，斯洛姆当素食店主管的时候，会对客人说：“你不尊重我，我就不尊重你。”对啊，很赞呢，的确应该，对，的确应该，就是互相尊重。是要互相尊重。有时候我之前在做咖啡店的时候也是，就是会有那个主管不会只有一个人，因为也是要轮班的。然后那个每一个班会有不同的，就是轮班，然后每个时段会有那个不同的经理，对，然后每个经理的做事方式也差蛮多的。但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确实有一些经理，他就是客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他会出来保护其他工读生的，对，就是他会出来说，就是你这个要求就是不合理，你不能这样子不尊重我们，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不能毫无，就是你不能是毫无理由的无限的让客人为所欲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听得出来，就是斯洛姆如果已经会说是你不尊重我就不尊重你的话，没错，果然就是应该这样处理，太帅了，还会叫他滚，好爽哦。好赞哦，哦，伊藤绿茶说的这个，我也有时候也会这样想，就是有一些店它没有 WiFi， 然后就是你只能用扫 QR code 的方式点餐，就我也会觉得，因为像我是会用手机的啦，但是有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他可能没有，甚至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他没有用手机的习惯，对，然后他可能也不太会操作，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求他只能使用科技冷漠点餐，对，我把这个称为科技冷漠点餐。如果你要求所有人都只能使用科技冷漠点餐的话，有时候真的蛮不方便的，因为有些客人他就是没有在用手机，对，所以会希望就是可以并行吧。虽然我也不能管人家怎么做生意啦，我只能说作为一个客人，我会比较希望店家有扫码点餐也不错啊，我想要科技冷漠的时候，我就可以快速点一点，但是也是希望会有可以在柜台口头点的，不然没带手机或是没有网路，或者是不会用手机的时候，还蛮痛苦的。扫码点餐，自己取餐，自己把盘子拿回去，然后要收服务费，就会想说那个服务费是服务在哪里呀？对啊，确实，有时候也会想，有时候也会去到那种就是也没什么服务的店家，我就会想说，你可以直接把那个价格多写10%，我觉得其实没关系，为什么还要另外写出它是服务费呢？那你写出它是服务费之后，还让我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服务到，对，就会也是会产生这种想法啦，对，但是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我也没办法管人家怎么做生意。我只能提出作为一个客人会有的一些想法，对，好，这就是我对于服务业该有多客气的看法啊。讲个简单的结论啦，就是服务业应该多客气，就是一般人类常识会做的客气程度吧。不需要把客人当成神，但是也要对客人有礼貌，然后也就是希望客人对服务人员也是一样的想法。就互相啊，对啊，就毕竟我也是拿了就是我也是拿了薪水，然后在上班服务你嘛，你也没有多加钱，为什么要对你好到夸张呢？
一般就好。对了，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可以把对方当成一般人。互相尊重很难吗？对有些人来说好像还真的蛮难的，搞不懂这些人。好啦，我发现还可以再转你也只能不去顺便跟大家讲服务品质咯，你可以抵制啊。我也有遇过，就是那个服务态度非常糟糕的店家，对，就是他是那个自己开的店了，然后他自己算钱，但是他算过钱，他算错钱，对，然后他算错钱之后，就是我跟火嫂有就是很认真的对一对，发现他算错钱了，然后就去跟他说，结果他就很不客气的说，你下次不要这样点，你这样点我会算错。我就想说是怎样啊？我也没有要跟你吵架，我只是想说算错了跟你讲一下，这应该没有很过分，但是就被凶了，所以我现在就抵制他，我都不去买。对，就这么简单。我觉得服务态度蛮糟，我就不去买就好了，我也不用干嘛，我也不用泼漆砸店啦，没有必要，我就是不要去买就好了。对，那我可能也会顺便在 Google 评论上发表一下作为客人的感受，这应该也是合理范围。有道理耶，猫猫卡爱说的有道理耶，就是你把那个服务业的那个店员想成巨石强森，你不会对他提出的要求就不要对他提。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女仆咖啡厅的话，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女仆想象成巨石强森穿女仆装，那你会要求她摸一摸一 Q 吗？我觉得要求一下，好想看哦。阿峰安安，平安，欢迎你来。好的，就希望巨石强森不要恨我，应该没关系吧？好。对啊，今天主题都串联起来了，好棒哦！我们真的是知识型频道哎。好，很想看吧？我也蛮想，当然会，就是为了这个。对啊，因为你去女仆咖啡厅，你本来合理的期待就是女仆会有这些表演内容，对，我觉得算是表演内容。所以你当然可以有这样的期待，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如果你跑去一间女仆咖啡厅，然后你叫那个女仆不要某一 Q， 然后那个点蛋包饭也不要画盘，那你去干嘛？他们也会觉得你怪怪的。对，所以这是没错，就是你先搞清楚你去的是什么店，再决定你要提出怎样的要求。所以可以去女仆咖啡厅破 PR 点蛋白粉调饮吗？如果他有卖这种的话，不错。好想看哦，有没有这种女仆咖啡店？就是全部都是肌肉比较强壮的。我觉得性别不拘我觉得如果有那个女仆咖啡厅，然后都是强壮的女生跟强壮的男生穿女仆装，然后卖一些高蛋白粉饮料，然后可能那个还有体验活动，就是可以带你一起健身，好像蛮不错的我会想去虽然我是就是细皮嫩肉，就是文弱书生，但是好像可以去蛮好玩的。请问你需要 Doki 高蛋白餐吗？蛮赞的。好想去！星野依依你好，午安平安。是点讲呢 ，V 感算是种服务业啊。我觉得服务业的范围，你要解释的很广义的话，其实可以解释到蛮广义的。我觉得可以套用同一个标准就是你不会随便对一个陌生人，或是随便对一个朋友提出的要求，你就不要对 VTuber 提比较好吧？对，就是你会，我不知道这样举例对不对？你会希望你会要求你朋友叫你老公或老婆吗？有一些朋友可能 OK， 他觉得很好玩。或是他愿意跟你就是用这种方式聊天，对，当然有啊，但有些人就不喜欢吧，对吧？就是我是不知道我有没有朋友会愿意叫我老公啦，但是我也没有想要这样子，但是就是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天经地义可以完成的要求，所以也不要认为这是可以天经地义的对 VTuber 们提出的要求，我是这样想，对。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的话，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有礼貌的问，
怎么样算是有礼貌的问呢？我觉得多加一点钱再问，好像蛮有礼貌的，表现诚意。毕竟很多 VTuber 出来开台都是想要赚点钱贴补嘛，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啦。对，大家如果对我什么有的没有的要求，也都可以问问看啊，可以问问看，真的可以问问看。对，蛋白粉90%就不是调饮的，是酱料，很割哦，这割就。哦，日本有肌肉女仆咖啡厅哦，我好想去看呢。我知道日本的女仆咖啡厅好像还蛮多不同，就是特色的版本的嘛，好像还不错。别怪老会啊，老会吗？那再更亲切一点，是不是就叫我老灰啊？还要确定哎。越红的越没礼貌。哦，你说越红的越礼貌，你说 SC 吗？投那个 SC 越红的越有礼貌，有道理。请问 VTuber 主要提供的服务是什么？咱才开始看。哦，好问题呢。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其实差蛮多的，就是当然因为台湾的 VTuber 圈子也是发展一段时间了，所以就会有一些约定成熟的是约定俗成嘛？算了，中文不好，没关系。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些算潜规则吗？大概吧。对，但是我觉得不一定要被那个拘束我觉得就可以把 VTuber 当成 YouTuber 啦。只是我们比较常是开直播，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比较常是直播，做影片的比较少，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 YouTuber， 可能跟一般的实况主其实也差不多。对，所以主要提供的服务是什么呢？有些人喜欢看别人玩电动啊，所以有些 VTuber 也是蛮爱玩电动的。那有些人上网就喜欢看别人直播聊天，所以也有蛮多 VTuber 会开这种聊天的节目，像我昨天就有开，对，现在也在开啦，这个也算聊天节目，对对对，所以其实不一定，对，然后还有唱歌的，就是有蛮多 VTuber 就是唱歌蛮好听，也喜欢唱给大家听，然后就会有那种唱歌的节目，所以比较常看到的服务是这样子，对，那这到底算什么服务呢？就是我开个台给大家看，然后。就是照理来说，如果我开的台够多，然后够多人看的话 ，YouTube 就会给我钱。所以照理来说，不一定要从观众身上才能得到钱了。对啦，把 VTuber 当 YouTuber 就好啦，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对，那但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比较可以遵守的，就是不要问 VTuber 的一些个人隐私。对，其实。通常也不太会问 YouTuber 的个人隐私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差不多就是一样的，对，也还好，我觉得不用想太多。但是有蛮多 VTuber 会在自己的那个说明栏的地方打一些规定的，所以如果有的话可以看一下，你就会比较知道他们有什么要求，然后你就尽量去遵守，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好，剩下的留给观众解释。喝第一口杯也是高蛋白粉太浓了吗？对。没错，就是这样子。顶级犯傻，还在老公老婆就已经老灰啊，老诶，明仔要夹菜哦，是这样子吗？对啊，通常也不会用 YouTube 隐私啊，没错啊，那就是一样嘛，那其实就一样。观众不能聊天，觉得很酷是什么意思？哦，有一些规定，就是观众在聊天室不要自己聊起来，只能直接跟 VTuber 聊。我觉得不用啦，在我这边不用啦，我就觉得你们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对。好，那欢迎你来看 VTuber， 还蛮多有趣的，对，你可以探索一下。当然，你也可以只看陈火蛇，也可以哦。你可以只看我，你可以不用看别人，没有啦，也可以去看我蛮多就是觉得还不错的 VTuber， 我随时想到都会跟大家讲啦。对，那顺便就是说一下，也有蛮多 VTuber 会希望那个观众不要在他的节目上提到其他 VTuber 的，对，我是不知道一般 YouTuber 有没有这种规定啦，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对啊，我是没差，所以如果我有想到我觉得还不错的 VTuber， 我也随时就会莫名其妙推荐给大家，对，好，大概就这样吧。好，然后我们还是回到刚刚转到的。好，这个蛮有趣的哦。就是如果有在写台文的话啦，或是如果比较有在稍微会看懂台文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就是台文有蛮多种写法的。现在这个主题很有感触嘛？你说哪个部分？上一个还是这一个？
好，没关系，随便聊，随便聊，反正我到时候在剪的时候可以跳来跳去。好，就是台文直播比较灵活一点哦，有道理耶。哦，因为直播的时候你通常只能同时看一个台，所以如果你在我这边讲了别人，比如说你现在讲了一个很大尾的谁谁谁在干嘛，然后可能大家就会跑去看别人啊，的确会有这个问题。对，所以的确会比较不希望了。YouTuber 的话，他可以看完这一支再跳去别人的频道，好像就还好。对，有道理耶，有道理。对，所以直播就会有这样的限制。好，我还是尝试回到主题。对，如果有在看台文或者有会写台文的话，就会知道台文有蛮多种写法的。对，那首先第一种是全汉字嘛，就是如果你们在 KTV 点过台语歌的话，那其实你们都看过了。对，就是台语歌的歌词基本上就是那样。对，那个基本上就是全汉字的台文。所以如果你其实会讲台语的话，你要看懂它可能不会很吃力啦。对，那但是呢，为什么那个好像 KTV 的台文跟你在台语课本看到的汉字台文又有点不一样呢？因为比较以前的汉字就是大家没有去共同约定好写什么的时候用什么字。对，就想一下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啉酒啊，一嘴啉好大那个好，那个啉好大那个好，就有些人是写呼啊，对啊，有些人是写给予的予啊，对。那反正后来就是现在有标准化了，就是大家都就也不是大家啦，反正教育部有找专家学者出来，就定好一套，就是什么时候用哪个字，什么意思的时候用哪个字的这个规范。对，所以台语课本里面的是有标准化的。那个你在 KTV 点到台语歌词，可能就有时候这个人的吼是用这个字，然后别人的那个吼是用另一个字，但是他们其实是同一个字，有时候有这种状况。对，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好，那什么是全罗马字呢？就是罗马字那像有一个 KTV 的字幕有那个 A 嘛，不一定用汉字。对啦，我是用大部分啦，比较主要，大部分可能9成8成都是全汉字。对，那现在有些比较新的台语歌也会有罗马字出现。对，大家可以去点点看新的歌，就可能会看到哦。对，因为有些东西真的是找不到对应的汉字啊。好啊，那反正跟那个可能比较不熟悉台文的朋友们讲一下啦。然后全罗马字就是如果我想要怎么讲，总之我简单讲一下，就是那个在应该是清国的时候，就是台湾被清国统治的时候就有了，应该就有了，就是那个传教士就有把罗马字的系统带来，对，然后就是可以用它来写台文。可以用它来把台语写下来。那最一开始会推这个是想要让他们可以读懂圣经啦，但除此之外，就是那个时候的教会也就有发行报纸，然后上面就真的会讲一些就是新闻，就真的是新闻。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铁达尼号沉了，对，这个就把它用台语写下来变成报纸，然后就是让那个市井小民让那个就是社会大众都可以看懂这个有什么时事。因为以前其实最一开始汉字是只有那个有钱人家或是就是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的人才有办法学的，就不是一般的普罗大众都能学到的。对，那时候就是因为有传教士想要让大家可以读懂圣经，所以就教大家就是用罗马字的系统把他们在讲的台语这个语言写下来，也有客语哦，也有把客语写下来哦。对，简单来说是这样来的，然后对，是这样来的啦。然后所以其实它是可以用全罗马字把台语写下来的哦，只是我们可能比较不习惯啦，因为可能现在的人，包含我现在在聊天室的各位，可能小时候都是接收到那个汉字为主的教育，所以对汉字会比较熟悉，所以对全罗马字的这个就会比较可能会不习惯，对。对，就我觉得也是蛮，也不是谁的错啊，对不对？是我就不说是谁的错，反正不是大家的错，不是你们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对，好，这就是全罗马字，就有点像那个
韩国以前也是有用汉字的，但他们把汉字废除了，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全部都用他们自己的那个谚文去写。对，其实就是像这样子啦。对，所以你硬要用全汉字写韩语，应该也是做得到，只是他们选择不这样做。那现在就是因为写台文的人，就是2套都还有在用，还没有规定说以哪一套为主，所以就都会看得到，都会看得到。对，好，然后这个讲到哪里？全罗长得好像越南文哦，啊，对对对对对，它像越南文，它还像法文，不是越南文跟法文就长得蛮像的啊。因为我没记错的话，越南就是因为被法国统治过，所以才就是用了罗马字的写法来写自己的语言嘛。那长得很像，不是废话吗？对，它还长得像法文、德文、英文、西班牙文哦，没错。韩国教育还有汉字哦，我只记得好像比例蛮低的，对不对？可能不像，我不知道啦，我其实不知道，但是就不会是每天都每一句话都用得到的字，对，我的认知是这样子。这个讲的这个可能也是蛮多人的共同经验呢，因为可能蛮多人在被迫学英语，对，真的是被迫，蛮多人在被迫学英语的过程中，就是尤其是可能有一些老师他没有很在乎你学不学得会，他可能那个对待你的方式就是蛮不好的，所以你就会因为这样子会对这个会有一些阴影，或是一些就是看到就会有烦躁感。我可以理解，对，这个就也不是阿杰的错，对，显然是那个老师的错，对，那就没办法，对，那就我觉得没关系啊，我觉得就是汉字也是可以写台语的。对，所以选自己喜欢、选自己舒适的开始都很不错，我觉得都很不错。英语很重要，可是我们教育把它毁掉。我也觉得在学校教的英语好像不是最需要的英语，然后教的方法也不太好。对，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想要找会华语跟越南语的 VTuber 吗？对啊。因为也是因为蛮常看到会有人说那个全罗的台文长得很像越南文这件事情，对忘记讲了，很多人会说觉得全罗的台文长得很像越南文，我对这个的看法是，对啊，真的蛮像的，像到那个 Google 翻译都会搞混呢，对，因为 Google 翻译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台文，他就会说，请问这是越南文吗？要帮你翻译吗？对啊。因为确实蛮像的啊，就是会有那个调符嘛，就是写声调的符号，然后我觉得真的蛮像的。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大家都觉得很像，包含我也觉得很像，那如果我找一个会中文跟越南文的 V， 我是不是可以跟他语言交换呢？我有没有办法在一次直播内教他会读全罗台文呢？想一想就觉得好酷哦。所以我想，如果找得到的话，我想要做这个企划。但目前我看那边没有人回嘛，目前还没找到。因为我想说用英语开这个节目的话，就我主要做这件事情是想要做给讲中文的人看的，因为好像会说那个全罗台文长得很像越南文的人，应该是会讲中文的人比较多，对，所以我想要找也会讲中文的，这样我才有办法做给讲中文的人看。悠悠你好，欢迎你来。也很像捷克语，我好像不会捷克语，我没有看过，但是的确吧，很多用罗马字母的国家，不是国家，很多用罗马字母来写的语言就都会长得蛮像这样子的。就是如果那个语言有需要标注一些声调之类的记号的话，就会在大家习惯的英语以外多加上那些记号，那就会长得蛮类似的。对啊，子昌说的这个其实我觉得也蛮重要，就这句话是隐含一个国家等级制度的歧视的。对，我其实也这样觉得。对，那当然我自己是觉得就东南亚没有比较差好吗？对，就是怎样啊，是怎样。对，还蛮好笑的。我之前看到有一个那个回我的推特，就是我在推特发文，有人就是回我，然后就是回说，每次看到那种全罗马的台文的时候，就会觉得长得很像菲律宾或是东南亚国家的人在讲话。我就想说是怎样啊？菲律宾或是东南亚哦，我也觉得那个长得很像法语或是欧洲，我也觉得很像是法国或是欧洲的人在讲话，就是地理不太好，这超好笑啊！我好坏哦，我最喜欢骂人了。
如果他有来看我的台也不错哦。好，越南用的字母比较接近南斯拉夫地区的语言，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哎。嗨，瓦萨比变嘎，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对啊，总之就是这样子啦。那我的看法是什么呢？其实我前几天好了，好像一阵子了。我一阵子前在骑车的时候，有经过一家越南商店，对，就是经过越南商店的时候，就是越南商店它的招牌就是写越南文，这不是废话吗？因为它就是要写给越南人看的嘛，或者至少是会越南语的人，所以它的招牌是写越南文，那就是全罗马字的越南文。对，那其实我看到的时候还蛮，第一个是觉得真的很像全罗的台文欸，然后就很感慨，你知道吗？就超级感慨，就想说，哦天哪，你想想看，在越南开一间商店，然后你在招牌上写全越南文，不会有人跑来跟你说看不懂。可是你在台湾怎么没有办法开一间那个上面招牌写全罗台文的商店呢？好难过，甚至不用开店啦，你在脆上面发都有可能会有人跑来说你写出什么我看不懂了，就蛮感慨的。对，那好，来做结论，全罗马字长得很像越南文，真的很像啦。然后嘞，你想表达什么？就很像啊，可是不一样啊。对，我们可以对字面上回答，就是就很像啊，所以嘞，但对这谈这件事情就一定会谈到你讲这句话的人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意思，就可以好好讨论了。有调号的好像只有越南。真的假的？写那个这个我不会念，但是就是写越南，就是之前有用的汉字的话，他们会好奇，但是写罗马字就不开心了。对，有些人好像很爱汉字，对，我说的很爱汉字，不是说自己习惯用汉字，是他爱汉字爱到他觉得汉字比较高级，也是有这种人啦。下一个音乐冠军跑出来，让大家看到像法语的部分，然后就会有人说台语变高级了。就蛮多的啦，我觉得蛮多人对本土语言就是已经会有一个觉得它比较刺激的心态了，蛮多的，我觉得蛮多的。对，那对呀、怎么办？新马、印尼都是用标准的拉丁字母，我比较没有研究我有看过一点印尼语的歌词，虽然我不会唱，但是好像就是好像没有调符嘛，没有一些调符之类的。不止越南有调号，之前看欧洲语言也有一些声调符号，有啊，我记得法文跟哪里啊？挪威还是瑞典哦？还是我记错？我记得有一些是有声调符号，我蛮确定法文应该有的。对，我应该蛮确定那是装饰音，那不一样啊，原来那不一样啊。我没有研究那么细啦，那我觉得在很多其他人的眼中，可能也是分不出差别。当时世宗大王发明那个汉字之后，士大夫很瞧不起。原来是这样子。我对韩国历史比较没有研究，对。独尊汉字的人跟看不起女人的，跟种族歧视的，看来看去是同一群人。莫名的范围重复很大，我觉得没有很莫名啊，就是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某种心态，就是觉得什么东西就是比较好。我说的就是觉得 A 比 B 好，而且这个觉得不是基于某些认真思考过的理由。对，比如说啦，我举个例啦，不代表我自己的立场，我举个例，比如说如果有人他想要告诉我，他觉得全罗马字的北维基比台语汉字好，然后他告诉我几个理由啦。我举例，比如说他说，第一个，汉字要学很多字，但是罗马字你只要学会那些字母跟拼的规则，你就可以拼出所有你讲得出来的东西。对，然后还有什么？你会英文的话，你就可以比较熟悉这些罗马字母，你会学得比较快。我举例，好，这个叫做有思考之后得出来的一些。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论点。对，有些人觉得 A 比 B 好是会提出论点的，但有些人不会。有些人觉得 A 比 B 好就只是靠感觉，或是靠刻板印象。对，那这种人呢，就有可能会同时觉得汉字比较好，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就觉得汉字比较好。对，也许他觉得汉字他比较熟悉吧，因为他本来就会汉字，所以他觉得汉字特别好。对，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论点。那可能这群人同时就会觉得男生就是比女生好，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嘛。对，那这些人可能也会觉得，欧美人比台湾人好。就可能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就是这样觉得。对啊，方音符号不好，因为电脑无法处理，这个就是有效的论点，就是我觉得有办法进行讨论的论点。如果你的论点就是我单纯觉得，那没什么好讨论的，很难讨论啦。对啊，就像有些人喜欢用北维基，有些人喜欢用教育部的台语罗马拼音，各自有各自的论点，我觉得都 OK 啊。比如说，没有，比如说就是有论点都可以讨论，但是你只是凭感觉就没什么好讨论的，就会觉得你可以不用讲，没关系。15世纪的时候，波西米亚文也是类似现在台文，就是被其他语言的学者厌恶，是不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厌恶如果很明显，就单纯只是情绪上或者是感觉上的厌恶，但不是基于某些有效的理由的厌恶的话，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耶。我就觉得表现出那个厌恶，然后互相争执，就是其实是一些无效的讨论。对，我现在也蛮不喜欢参与这种无效的讨论的啦。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跑来我用台文写的文章下面留言说你写那个什么我看不懂，我阿妈看不懂啦，我可能不会想理他。我可能会跟他说，那个可能本来不是给你看的啦，然后如果你想看懂的话，你可能要学一下。对，可能就仅止于此了吧。如果我这样讲之后，他还是说他觉得这个写法不好，应该用什么？应该用 IPA 来写台语，我就会不想理他。还真的有我真的有遇过有人说他觉得台语应该用 IPA 来写可能会比较好，我就觉得那你去学好了，我没有要参与。1周7天要出门了，好，没问题，路上小心。我可能也撑不了太久了啦，我可能等一下关掉。真的假的？支持 IPA 可是我不会对，我没有办法。对，而且我觉得 IPA 符号好像也蛮复杂的，所以我可能要学会看懂它，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我现在没有要这么做。但是对啊，你要支持 IPA， 你可以提出一些就是合理的论点，我们是可以讨论的。对，罗马字非常自由，可以书写记录世界上所有语言。我知道 IPA 好像也可以，是不是该学 IPA？ 什么是 IPA？ 我忘记它正确的名称，我看一下。IPA 它叫做国际音标，就是基本上你发得出来的声音，它都可以把它标示出来。当然，它因为要标示出来的声音会很多种，因为不同语言会有一些各自很特别的声音嘛。对，所以它的符号会需要知道蛮多符号的。对，所以要特别去学才有办法看懂它。对，国际音标它是可以拿来记录任何语言的一个东西。阿红不要乱教。真的假的？韩文有类似调号的东西，只是用不同形状去表示。这个我不知道像我知道日语也是声调语言嘛，但是他没有在写声调的，因为你会讲的话，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是什么声调，好难哦。边说国际音标边跳舞，算是一种国标舞吗？我把你钉选起来，蛮爱的，谢谢1周7天提供我觉得很赞的笑话。音标啊，对啊，你到处都用 IPA 跟人家对话，你就是音标啊，音标仔，蛮有趣的。
好，总之就是这样。干嘛？我觉得很好笑啊，我觉得超好笑的啊！你们不喜欢哦？不是应该粉随推吗？你们应该一起笑啊！好啦，好啦，好啦，算了啦，不好笑就算了。啊，有点累嘞，我想一下哦，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吗？对，总之算了算了，同阶蛮高的，再来转一下。我是流量的狗，流量狗，好烂哦！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哇哇哇！难道是我一直很想讲？哦，不是，好啊，累的话就休息。可是我想要那个时速，我也想要时速，我再撑一下。我真的累，我会休息，不要紧张。真的累，我真的会休息。好，以和为贵，哇，这个我也蛮想聊的。蛮常会听到有些人会喜欢强调以和为贵的，但是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有一种很可恶的情况，就是他先惹你，然后再跟你说以和为贵。我这辈子还遇到过蛮多次的，我觉得超可恶，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就是他做了一些很北爆的行为。卡米萨卡晚安，不是晚安，嘿嘿下午安，午安，这样算午安吗？应该算午安。你好，欢迎。对，不行啦，国际音标我竟然看得懂哇！我也会 IPA 吗？好，永之 IPA， 永之 IPA， 我快要可以跳国标舞了。好，对我遇过最讨厌的这种情况就是，他做一些很北爆的行为，然后呢之后就是再跟你说好了，不要生气啦，干嘛生气？生气对大家都不好啊。就是你为什么要把事情闹大？没错，我跟猫猫说的一样，那个其实叫息事宁人。就是那这种时候，我就会跟他说，你觉得我生气不好，那你就不该惹我生气。不是先做一些智障事情之后，再叫我不准生气吧？你要不要再想想？推荐给大家，推荐给大家。跟能者多劳一样，应该要被从字典删除的成语，没错，没错。以和为贵，就是为了我的和气，请你跪一下，差不多吧，差不多。我觉得确实有这种感觉。对，没错，没错。那你为什么要逼我生气？对，鱼儿有说的情况，我也是心有戚戚焉呐。就是你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言论之后，然后发现很多人不同意你。也不一定是台语文啦，其实蛮多时候都会有这种状况，就是你在社群媒体上发表了一些看法之后，被大家骂了，然后有一些人就会说：“你们干嘛这样？我们不能以和为贵嘛？”那你就不要发表一些会被骂的东西。对，如果你是单纯不知道，然后好好的问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也不至于被骂吧。但有时候有些人就是很喜欢，自己可能也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之后，就会很大声的发表一些看法，那就会被骂，也是没办法的事。对啊，所以好，反正就是我最痛恨的以和为贵，就是像你们说的，为了我的和气叫你跪下，真的蛮可恨的。就我真的是蛮常遇到，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亲戚就是会这样，有时候他会仗着就是因为你们是家人，他认为你可能会想要跟他和气来往，然后就做一些实际上蛮不 OK 的事情。对，那我比较喜欢用理性来思考问题，然后我也蛮不喜欢血缘这一套的。就是我觉得血缘就只是血缘，就是你跟我有一些血缘上的连结，不代表你可以当个坏人。对，所以我就不吃这套。对，假卡拜，不吃这套。对，你不要仗着你跟我有血缘关系，就在那边想要占我便宜，不可能。我只会叫你再想想。对，这已经是一种血缘诅咒了，没有错。为什么要把七七放心里？为什么呢？因为心有戚戚焉呢。大家都是欺善怕恶，扔头擒棍，都是弱者要被以和为贵，是不是平常好脸色给多了？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就是
我觉得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可以试着去不要以和为贵，就是不要那么喜欢让人家可以息事宁人，对，不然这样子的话，那些喜欢为非作歹的人就会觉得到哪都可以这样子，对，就是大家都可以那个提供一点吓阻力啦，对，懂意思吗？就是如果每个人都是大雄的话，胖虎就会过得很爽，对，所以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适时的让胖虎知道，不是想干嘛就能干嘛，他以后就会比较不敢了。对，简单来说，我是这样想的。下次你捐血给他24小时内，要他孝顺你，血缘真的血缘。哦，真的假的？同血缘的家人都会叫你下地狱了，你也不相信血缘了？没有啊，我觉得血缘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啊，它就只是一个生物上的事实，就是你的 DNA 跟我的 DNA 有一点关系。不代表你可以想干嘛就干嘛，就是那凭什么不是我对你想干嘛就干嘛？为什么啊？对，像我觉得敬老尊贤，就是在很多时候也是不适用的，因为他变老不代表他比较闲，不是那个闲啊，不是很有空，不是走眼啊，就是有时候你比较老，不代表你就真的有德高望重，你可能也没什么德。对对对，这种因为人家是长辈就有点不太好。那个长辈可以自由替换成很多东西，因为人家是长辈，因为人家是你主管，因为人家是观众之类的。对，就加卡拜，没错没错，因为你没有闲呐，你想要人家尊敬你，如果你只能靠年龄来要求人家尊敬你的话，蛮可悲的。对啊。你应该是要以你的，就是你要变得值得尊敬啊！你想要别人尊敬你，你要值得尊敬啊！哦，观众怎么了？不是我的观众，我觉得我的观众都很棒，只是蛮常看到有其他同行、其他 VTuber 朋友会抱怨说，就是遇到一些观众好像不太会做人，或者有些观众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我都没有，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只是想到有些人会有遇到这种情况，所以举例一下啦。可能我还不够红，所以没有遇到啦。对，就是这样。对啊，坏人也是会变老的，没错。啊，有时候有一些人老了也会变坏啊，也是有。对。啊，爆雷的观众，对啊，如果台规说不要爆雷的话，就不要。对，有一些长辈是蛮喜欢，当然不能说全部，但有一些就是喜欢羞辱晚辈，然后讲不过之后就会粉饰太平。有，然后有一些那个最终绝招，就是因为讲不赢。所以就说啊，我是长辈，就想说是怎样，什么意思？这边真的很舒适，大家都很会做人，不需要做人。我比较 free 啦，对啊，那你不要来骂我，也可以骂我啦。你骂我的话，你要骂得赢哦。你骂我，如果骂输就会被我 ban 掉，应该吧？应该是这样吧？啊，怎么骂赢我？当然不是靠大声，你要有逻辑，然后真的言之有物的话，是可以考虑，是可以挑战骂赢我的，我很 OK。对，好，对啊，你有去看鱿鱼游戏吗？被吊起来的鱿鱼死没？不是那个鱿鱼没有啦，没有别的鱿鱼游戏。对啊，这样很坏耶，我觉得爆雷是蛮可恨的。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不应该做的事，然后还硬要做，就是怎样，以为自己很酷哦。我也觉得阿杰不会骂人啦，只是我觉得我有一天够大尾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怪怪的人吧。我已经为那天做好准备，我都已经有先想好了，对，还没看啦，没关系，我乱讲的啦，没有那一趴啦。游戏根本就没有在钓鱿鱼，这样算爆雷吗？应该不算吧，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吧？应该都看得出来没有在钓鱼吧？好。再来转一个好了，好像还讲得动好爽哦！连第一季都没看，最近好像第3季出了嘛？对我有看，但是我不能爆雷。我看完了，但是我不能爆雷。好了，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叫做叫 VTuber 去找正职，这个也蛮有趣的，就是。不是我啦，我好像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但好像看到有一些 VTuber 会发文抱怨这件事情，
他们宣传的模式有点太地狱了，超好笑欸。鱿鱼游戏第3季居然找中正庙宣传吗？真的假的？这是故意的吧？这是故意的吧？这应该是故意的吧？这个是行销团队有些特别想过，是不是？他我不知道我觉得你要找一个地方来宣传，你应该会想要先调查一下那个是什么样的地方，有大概什么样的故事吧，所以应该是故意的吧？对啊，这好像之前也有一些人在讨论，我是觉得蛮会找的。不可能宣传第2弹是基隆港，这个太明显，这绝对是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是怎样？有先想好，不用怕遇到怪观众啊，遇到再说啊，反正就先想好怎么对付他们，可以先想啊。好，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就有一些 VTuber 会发文，就是抱怨这件事情啊。我偷喝个饮料，就是会说，因为有些 VTuber 可能就是会跟观众说很穷还是怎样的，希望大家可以多给钱，对然后就有一些观众就会叫 VTuber 去找正职，对我不知道我先猜猜啦，可能 VTuber 同行可能比较会提出来的观点就是会强调说，就是反正我把我想到的都讲一讲啦，对我尽量给大家，就是我尽量跟大家分享我的各种想法，对，首先。叫 VTuber 去找正职，为什么有时候不是个好建议呢？因为每个人在那个开台上花的时间都不一样嘛。对，那有些人他就是想要就是非常投入的，很努力开台，想要做很多节目给大家看。那他很有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做其他正职工作。对，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对，所以有些 VTuber 可能会在直播的时候，就是跟大家提到说，就是没有钱做新企划了，或是就没有钱，没有办法开那么多台了。然后这种时候，如果你是说你可以去找正职啊，就好像没有回答到他的问题，因为其实他会没有钱，就是因为他想要把时间拿来直播，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找正职的。对，很多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 VTuber 的活动频率啦。如果有一个 VTuber 每天都在开台，而且他的开台都有非常精美的缩图跟很多就是企划都准备的非常的复杂，然后很完整的话，你就应该可以想象，也不一定要想象，但是你就应该可以猜得到，他可能没时间找正职。嘿，礼物 ，Hello， 这是我推礼物，很高兴认识你。这是我最近新认识的新朋友，他好像在订阅冲刺，大家可以去订阅他哦。是礼物大大好，主播有时候不是真的在咨询意见，就不要想办法。对啊，因为每个人讲的方式不一样啦。那我觉得这个有点需要读空气，对。就读空气，有时候没读到也是没办法的，对，大家就是可能就是可以多观察，就会比较有心得。就有时候，我觉得这跟性别无关，对，因为我自己的经验中，真的是各种人都会有这种时候。就有时候有些人把他的问题讲出来，把他遇到的困难讲出来，不是叫你帮他想办法解决，他只是想讲，有蛮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像如果有些 VTuber 收到棉花糖的时候，就是那种很臭的棉花糖的时候，有些人会选择那个发出来啦。对，那发出来有时候也是为了爽一下，因为发出来之后，那个可能比较支持主播的观众就会一起骂嘛。有时候想要的就是那个把问题讲出来，然后让大家一起分担，然后大家可以提供一些情绪上的支持。对，有时候要的是这个，所以有时候其实不是真的想要获得建议。对，但有些人如果讲的不清楚的话，就可能会误会啦。有时候也会这样子，就是对，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会说，怎么办？我怎样？他那个怎么办是发语词，有一些人是这样子，所以大家要观察一下，就是他那个怎么办不是真的要你帮他想怎么办，他那个怎么办其实是讲好玩的，对，就没错。
啊，但是我的话，我如果需要大家的意见的时候，我应该都会蛮清楚的说出来的啦。对，我就会直接说，我想要你们帮我决定一下，然后怎样，我应该会这样子讲，所以应该还好。对，直男反射，听到问题我来帮你解决。因为因为传统的那个性别框架就是把男生训练成一直在解决问题。可能就蛮多在那个传统的性别框架下成长的男性，可能就比较不一定擅长处理情绪或是接受情绪。对，因为我自己也是，对我自己也是比较年轻的时候是看到问题第一个都是想要解决，那我不一定会先去同理或是理解那个情绪，因为有时候其实有时候需要先解决的不是问题，有时候需要解决的是情绪，这个有点困难，大家可以多成长一下，对，都要研究一下，那其实有点难。你进步到 June， 我念对吗？你好，欢迎安，欢迎你来下午4点，算午安吗？还是晚安？总之安，好。我觉得星野一说的也对，就是会叫人去找正职，代表他没有把 VTuber 当成一个工作，因为每个 VTuber 投入的程度不一样啦。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多观察一下，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对，有一些人是兼职的，有一些 VTuber 也是不怕大家知道，会直接说，就是他其实有正职工作，然后他是用兼职时间在开台，但是兼职也是一种工作。对啊，有些人就是全职在做啦。对，我也有遇过，就是有直接跟大家说我就是全职。对，那这种就看起来很肉眼可见的很忙。对，所以他也是一份工作。那如果他已经全职在做 VTuber， 你还要在家多找一份全职工作的话，你就是叫他不用睡觉。对，可是因为像我的话，我自己会尽量不跟大家抱怨我很穷啦，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选择做全职的，所以如果钱不够是我自己的问题。对，但不是说其他主播不能跟大家讲自己的感受，只是我自己比较不会想这样做，就是我蛮爱盯的可以这样说嘛，我蛮爱盯的，然后我就是没有很喜欢把自己想抱怨的事情丢给观众，所以我会觉得是我自己选择花这么多时间在经营频道的，我就比较不会想跟大家抱怨说好穷。对，所以这是个人选择啦。对，很多人以为多数当 VTuber 是休闲娱乐，对啊，就是有些人我不知道有些 VTuber 一个礼拜开5-6台，然后还有人觉得那看起来像在休闲娱乐。我觉得其中一个问题是，我发现很多人很喜欢去想象别人的工作，可是因为你没有实际上做那份工作，所以很多人会把别人的工作想象得很轻松。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常见的，因为怎么每次都在骂长辈，因为家里蛮多长辈都有这个毛病的。对，就是他会把剪片想得很简单啊，他会觉得剪片可能就是剪一剪就好了。对，他没有做过，他没办法体会啊，或是也有什么也有人觉得火扫的工作很轻松啊，那我不知道也有人觉得那个去咖啡店很轻松啊，蛮可恶的。很像，可能很多人长辈都有这个问题吧。对啊，因为我自己的亲生长辈也会这样子。我之前去咖啡店打工的时候，不是我咖啡店离职已经过很久了，然后我家里就有长辈，就是说想要退休之后想要去咖啡店打工，我就有跟他说，根据我的经验还蛮累的哦。然后他就说怎么可能，再累也不会比我的前一份工作累吧。虽然我不应该去想象他的前一份工作没有，他还没退休，但是虽然我不应该去想象他的工作有多轻松，但是我觉得这样子讲还蛮不好的。对，就是我觉得他这样子直接把他想象的很轻松，我觉得还蛮不好的。对，可是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引以为戒啦，可以引以为戒。猫猫说还有一个问题是，社会人普遍会用赚多少钱评断一个人的价值。VTuber 或者其他没那么赚钱的职业会被瞧不起。对啊，而且我觉得自媒体这一类的东西，尤其是如果是个人在做的话，他那个钱的曲线就是前期很可能是负的。对，就是你前期你要累积你频道的流量的时候，你很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你可能会有好一段时间是不会有收入的。对，那你可能要真的做大台，当然这一部分是运气成分，也一部分是机缘，这不一定。但是
照理来说，你做大了之后才会有越来越多钱，照理来说应该是这样，对，所以就如果都用钱来衡量的话，一开始就会看起来毫无价值，没错。个人观点，感觉叫人找正职，未必是不把它当成一个工作，或者觉得他很轻松单纯，就是觉得他薪水不稳定。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回到那个主播有没有想要你的意见。对呀，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蛮常会提出来的啦。就是如果他没有要你的意见，你还给他意见的话，通常大部分的人会蛮不开心的。对，因为可能大家都不喜欢被下指导棋。对。那就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因为不确定那个主播到底有没有想要你的意见而提意见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那个主播表达的方式跟你读空气的能力都可以提升。有时候不一定是谁的问题，有时候是两边就刚好就是没有对到，那个沟通模式刚好没有对起来，不一定非得是谁的问题。对，但是如果是你很确定主播没有要你的意见，然后你还给意见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可以预期对方会不开心，因为这是大部分人可能会常有的反应。对，我是这样觉得啦，那对啊，所以我觉得就对，有可能你叫别人找正职，不一定是因为不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对。但是如果别人没有要意见的话，就不论你的理由是什么，都还是不要给他意见比较好，不然他可能会不开心。对，好，就跟路边阿桑突然给指教的感觉好多，也蛮常见的。伊利晚安，应该算晚安了吧？晚安你好，大部分的人不会去思考对方有没有想要听自己的意见，哈哈，就是我啦，我也蛮喜欢在直播的时候对大家说教的啊，对不对？蛮常会的，叽里呱啦讲一堆，我也没有再问大家想不想听，哈哈，是我才是那个说教，我才是那个指教主啦。有时候你会以为对方是不是真的在求助，然后陷入一种窠臼吗？我中文怎么那么好，居然知道这个叫窠臼，我以前都念潮臼陷入一种窠臼，这个人怎么一直下指导棋，好烦啊！你求助了，我提供的解决方法都被你否定掉，你到底想怎样？对啊，我觉得就是沟通的时候没有对上，就是你不知道对方要的是什么，你没有发现对方其实没有要求助，然后对方可能也没有发现你没有发现，对，所以可能就是最一开始的时候要先知道对方想怎样，对。意见照收，态度照旧，不错，我觉得也不错，这算是左耳进右耳出嘛，就是你说的我都会听，但我只是听听而已。阿杰觉得要表明，我就只是说，其实我也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尤其如果你习惯的发语词是怎么办的时候，那其实蛮有可能会让人误会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想遇到指教处的话，你也可以试着这么做，就是表明清楚。尤其是对方开始给你解决方式的时候，你可以立刻让他停在这里。至少我会这样做。对，就是如果对方是真的误会我的意思，想要给我意见，然后我其实真的很不想要的话，我就说没有，我没有，其实没有要你的意见，对，我只是想讲一下，对，因为有时候我跟火嫂也会有这样的对话，偷偷跟大家分享，就我有时候也会跟他抱怨很多有的没有的事，那他有时候也不确定我是想要意见还是怎样，他就可能会给我一点意见，然后我就会马上跟他说没有啦，也口气不一定要很凶，但是你可以表明清楚，对，我就跟他说没有啦，我只是想要改叫而已。就有时候我就会在那边改叫，我有时候会改，然后比如说剪片很累，我就开始改，然后他就会说我可以怎么帮你？然后我就会说没有，我只是想改一下。他就好，就没事了。对，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更勇敢的去讲出自己想要什么。就是不论你是可能会被说教的一方，或是你可能会提供意见，然后发现对方不想要的一方，都可以多试试看，可以多讲多问。我觉得只要是诚心诚意的多讲多问，应该都算好事吧。对，哇，你的国文造诣好好的，对啊，我的国文造诣很棒吧？
需要宝贵的意见，但是有时候会有没有用的意见。可是我觉得这个难以避免就是他那个意见来之前，你也没办法预测它有没有用，所以你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觉得本来就是啊，我自己一个人在脑力激荡的时候，也是那个 idea 里面10个 idea 里面，可能只有1、2个是真的很好用的，总会产生一些没办法用的东西。对，那意见也是，就是大家很热心的提供意见的时候，不一定每个都真的适用，这个也是没办法。对当然有一些是很明显没有用还硬要讲的，那你就可以把它拖出来骂一骂。对，那个就可以自己处理。对，我是这样想。好啦，大概是这样子。应该不会有人想要叫我去找正职吧？如果我去找正职的话，我可能1个礼拜只能开1、2次台哦。对，但是我也应该也蛮少跟你们哭穷的啦。对，所以应该还好。反正就是我都自己选择这样做了，我就是要有点觉悟，所以我应该不会太把这方面的困扰转嫁给你们，没错，我留着转嫁给火嫂就好了，我就继续在那边该叫。好啦，今天比较想跟大家聊的就也转到蛮多的还不错啊。然后看一下要宣传什么哦，下次开台后天8点嘛，后天晚上8点会在恐怖机那边参加那个接歌挑战，但其实我华语歌的那个造诣不怎么样所以我去就是说不定我有点怕的，希望不会被大家痛扁，我会努力的，希望题目里面会有台语歌。对，好。那大家有想要看我参加接歌挑战，然后很可能被大家痛扁的话，就是礼拜几？礼拜5的晚上8点可以去看哦。好，然后再来我自己开台是礼拜6的傍晚6点，要来拔旗就是那个拔旗大蛇，不是啦。就是那个1000订阅，对，1000订阅的时候要唱台语歌给大家听，太棒了。对，虽然身为一个很爱讲台语的 VTuber 开台语歌回还蛮好笑的，就很像日 V 开日文歌回一样。但感觉蛮多人也蛮想听的啦，然后我就会准备一些拔旗大蛇，我没想到可以用这个蛇，我居然没想到 ，Oh my god！ 我要偷走，这好有料。谢谢，痛扁长发男，我就是长发男好啦，对，讲到哪？不要拔起大蛇，不要乱拔。好，我没有大忌呢，我没呢，我讲话没大忌呢。好，对，就是一个正常的歌回，但是我会准备我自己蛮喜欢的台语歌跟大家分享，希望你们也会喜欢。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礼拜天的点嘛，礼拜天的晚上7点会有那个创作果酱的后日谈，对，到时候会有一堆人，就是跟我一起参加创作果酱的朋友们，对，会一起来，对，就是这样子。啊，我有长发后面那一条平常被身体挡住，比较看不到啦。但我后面是还有一条的。好，反正礼拜6歌回记得来就对了。然后那个街访有上片也记得去看就对了。好，然后我要记得降落，我们现在要降落。我看一下可以降哪里哦，来看看有谁有在开台的。老鼠还在玩哦。老鼠还在玩色色的游戏，那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抽了色色的游戏的序号，那我们就降落去玩另一个色色的游戏吧。对，有喜欢色色的朋友们可以一起降落过去看哦。好，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咯，拜拜。